镜头来家己破水的观塘古迹破水水塔，对1936年完工到今已经87档啊。不过经过二战，也各有地动风台关系有损长。台水公司是开1380万去修复，第昨昏完工啊，佮正式对外开放。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伫水塔下骹说明修复工程的过程。嘉义县破水市的水塔，为2019年开始修复施工，经过5档的时间，才到这天正式来完工。维护这个文化的资产啊，我想或许未来这个区域的一个民众啊，可以来这边做休憩，更可以带动其他的县市的游客可以来这边走走，来了解一些水资源的一个历史。这个工程唔若修复水塔，因为二战地震甲风台所造成的铁筋外流甲生鏽的状况，嘛甲边仔的环境做整理，希望配合附近的文创聚落，替破主增加新的观光景点。甚至是我们旁边的草皮啊，或者是我们的地砖啊，甚至是对面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部分，如果做一系列的跟我们的水塔的这个色系跟我们的这个风格是一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环境看起来会更舒适。毕竟我们叫水稻头文创聚落嘛，那大家就可以来观赏一下我们的古迹，然后也来园区走走逛逛这样。这个1936年完工的破水水塔，伫迄当初是当地较罕见的铁筋红木头建筑。当初就是起来要改善当地用水的卫生，嘛因为较早捌是破水上悬的建筑物，所以嘛加做破水历史的一个代表。文创聚落的店家就讲，会当佫看到这个水塔修理好势，实在是真欢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